دي الألم. اوكي اديني بحر. يلا يلا.阿不懂，如果我知道后来发生的事儿，我还会无动于衷的看着你远去吗？美多，多，阿不多。阿不多，阿不多，这些都是你画的吗？嗯。美多。美多，
见吗？啊，没呢，我还没到呢。啊，对，这边信号不太好。领导，那件事我一定会放下的，您就放心吧，好吗？哎，喂，喂，领导。走过去啊？从中东回来后的3个月，我被派到藏区60天，去采访那里最后的藏医秘境。那3个月里，我夜不能寐，又常常噩梦后大喊着你的名字惊醒。他们给我吃了很多药，花了很多时间和我谈论关于你的事儿。阿布，我真的能忘了你吗？你是谁呀？美多。美东。美多。美度。你就是那个拍摄风景的记者吧？坂本山寨多农喇嘛你认识吗？他说要派人来接我。哎，你上马。
萨保佑，你可终于到了。你一定是多农喇嘛吧？请，里面请。这就是我们的村民活动室。一路上还可以吧？可以的，就是有点高原反应。哦，没有不舒服吧？走了那么多地儿，到了这儿有点走不动了。我叫苏拉，他叫金柱卓玛，他叫阿嘎，他叫杨宗芝麻，他叫苏拉。那你呢？我叫赤霞。那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梅豆。村民活动室离寨子不远。好呀，德某，孩子们放假了都会去那玩。德某，你就先和达瓦的妈妈还有妹妹一起住下。你的生就过年没道理。哦呀，这叫马可那个。我们名字呢，到底下那边你们都是，好的。这下难给来个忙来干嘞，他把全部几条街唔摆的热下，接着难给来个忙着去，到啊，公大这头么事，那生意，说你引起大球。我呀，县长朝我上不忙着前边呐，错死一个人。老师，梅豆姑娘，哎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好。你就放心的住吧。呀，到这里去啊。哦呀。不是，你们大家不等的，对么？来讲嘛的。哎呀，交给高丽萍，当然不错。呀，兄弟，我要呗。好了。您好。给个保姆去去一下，明了没到谁。您没事吧？阿爸听不懂的。什么啥子？呀，保姆，什么啥啊？什么啥？梅多，你快多吃点，不要客气啊。来，喝点茶。是啊。怎么了？
梅豆姑娘，这里还习惯吗？嗯，都挺好的，谢谢您。给了，就用呗。梅朵姐姐，行啊，下次别过啊，别出光啊，谢谢。啊，我自己来，没关系。来辛苦，没关系，谢谢。没关系，我自己来。哎呀哎呀，别出光啊，对，好，跟上去。阿妈。穿错了。欧阳，好了。
师傅，你来了。哎，我这2天在林子里走，发现一个孩子，好像还会在石头上画画。他是谁啊？他叫守化。我看他也快到上学的年龄，怎么没在寨子里见过他？守化这个孩子，他不要和人住在一起。为什么？他爸妈呢？他没有家吗？不知道他从哪来的，但是我们都在暗中保护他。我在林子里找到他的时候，发现他能和动物说话。啊？我们这个林子里有很多盗猎者，他们知道守化的天赋，就让他去带路找动物，所以他一直很怕人。他在林子里更安全。索焕，哎，领导，我挺好的，这边人都对我特别好。有什么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，知道吗？哦。哎，对了，你正要打过来，我跟你说一声。哦。上次我们开会讨论过你的要求了，我们觉得你现在的情况不是很适合回去。医生说我已经没事了。医生说你还不够稳定，说你短时间内也不要再回去了。啊，好吧，行，那我先回寨子了啊。哦，拜拜。在迄今为止的17个月当中，已经有超过1万人死亡，暴行依然在持续。寨子里没信号，每次到镇上打电话都得麻烦你牵马带我过去。谢谢你啊。你学会骑马就能自己来。
除了镇子上，你还去过更远的地方吗？很小的时候，我阿妈带着我和我阿哥一起去过拉萨。你还有个阿哥？对。他跑了。跑了？为什么？他以前在县城跳藏戏，后来就没回来。他写信来说，他爱上了一个城里的女人，跟他去了大城市，然后进了歌舞团，到现在还没回来过。使劲打，还要使劲。来，拿去晒吧。有的时候真挺羡慕你的，可以生活在这么一个美丽干净的地方。你也可以留下来呀。什么声音？没躲，没躲。
我用一下这个好吗？啊，借我马鞍用一下可以吗？马鞍，我要骑马，骑马，骑马，马鞍。啊，好，谢谢。哎，我能求你件事吗？勇敢。你不要喊，你一喊他害怕。他叫什么？何柱是一匹热血马，他脾气不好。哦。你要跟他说话，让他慢慢的认识你。可是我不会说藏语哎。不是说话。是说话。好，你现在坐起来，来，一会儿，来，头，手抓住。你的腿用力的夹住马的肚子，好，马跑起来的时候，你的，你的，我的什么？啊，我的屁股。不要坐在马上。啊？这样？对。好了，我现在带你走一圈。OK。我想带索哈去北京。我觉得去北京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。这个孩子从来没有离开过草原，他在这里也可以受教育。但是外面机会多。我之前给北京最有名的聋哑学校做过报道，索哈的情况我都跟他们讲了，他们说他可以来。
但说话更适应这里的生活。看说话自己的意思吧。有些事情是安排不来的。马上就说话了，是不是等着吃的？可以呢。你咱们连这里，我让当小。好吧。上个没让你啊，打到要不起了。不是。这个我也能挂，我来。说话。我让你给我过来。干嘛动手打人？是他先打我的。那也不能动手打人。我没错。打了就是错。你为什么只喜欢索化一个人？来，让姐姐看看，脸疼不疼？姐姐喜欢你们每一个人。来，过来坐。索化的情况比较特殊，他跟你们不一样，你们要让着他一点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可是他老抢我们的东西。对，他老抢我们东西，还冲我们喊。索化喊了。嗯。你们都听见了？有。索化会说话又能怎样呢？他如果会说话的话，他就可以学很多的东西，可以学读书写字、唱歌跳舞。哎，你怎么不走了？他现在会画画，将来可以画唐嘎呀。他是可以在草原上养活自己的。我可以资助他先去治疗，学会说话之后，他就可以去上学了。索化是草原上长大的，什么对我们草原人来说最重要？你不懂。那什么对索化来说最重要的？你懂。佛祖说，求，但不要妄求。
走啊！过来。所画的好朋友小小死了。这还是第一次有人给我梳头编辫子呢。你的阿嬷不给你梳头吗？没有，我从小没在妈身边长大。那你的阿姐阿妹呢？我要是有个你这样的妹妹啊，我肯定天天给她梳头，给她编辫子，穿漂亮的衣服。我呀，年纪不大，好漂亮。谢谢。
kita mori Mindoruda Puji lang lang.梅东，走。该回家了。阿妹啊，对，我们都先去发生了事。상는동이。阿妹，랑底下大巴，老站着です。底下老站了내가 못 외워대，넌 하고 그래 呗。阿妹랑大姐阿妹被离开，진도맛있을게，꼼수가 되지요。那周总，你好，不是？当然啊，去救助的去南京了。
别走！别走！别走！不管我非要带他回来。我在林子里找到说话的护身符，我们一定会找到他的。说话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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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美托，我阿妈说过，等我阿哥28岁了，就要送他去多农喇嘛那里做和尚。美托，你跟我阿哥是不可能的。我阿哥今年27岁了。这是我阿哥的福报。大碗。你怎么来这儿了？我有话跟你说。当了喇嘛是不是就要放弃一切？那我们呢？你早晚都有走，不是吗？
梅东，我去找索花，你留下。哎，我跟你一起去，你等我，我去牵马。师傅，还是没有他们的消息。是不是我把他们给害了？梅岛姑娘，既然你已经把他从山里带出来，这就是他的命。他的苦就是他的修炼。你不要责怪自己了。万事万物皆有自己的命。你手画达瓦，顺其自然，强求不来。橙子长嘛，都烫死。你们那些马上分班那压力呢，按照长落地的。哎呀，大声点听嘛的。干嘛呀？拿的。谁的？拿住注意了。哎呀，我大声点听嘛的。对么，声点嘛去。
什么时候收到的？早上送到朵罗喇嘛庙里去了。听我解释。所画的负的就是修行，他的命要是他自己去选的，而不是你能改变的。你这样做和掳走他的那些偷猎者有什么区别？你不知道我之前遭遇过什么。我这次对所画，我就是不甘心。别了。你干的结果的，没都当给你注定就被没买的，打动给你点着头要给刘去的。die Zama lewang sih sem thang sem thum bayina die lak sam so mi di ne wo sih 你哪个？都那中共的前面殿堂，民族殿。这种什么可这个呢？主若没吧，西马的。
师傅，我的拍摄计划完成的差不多了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多亏了您的照顾，我才能拍得这么顺利。谢谢您。那你什么时候走？我想，应该就是这几天吧。梅道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生命的路，行在节处，节在行处。再见。美多老师，您喝杯咖啡吧。啊，谢谢你啊。我特别喜欢您拍的那部藏隐秘境的纪录片。我看了您拍的藏隐秘境纪录片之后，我自己都想去那里当志愿者。您的纪录片影响了好多像我这样的年轻人。谢谢你啊。我简直不能想象你是怎样一个人完成这部片子的。您之前的经历太传奇了，我也希望以后能遇上您这样优秀的人。
发生8.0级特大地震灾害，震源深度14千米，地震严重破坏地面超过10万平方千米。灾情发生后，指挥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，相关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，开展抢险救灾工作。师傅，能开快点吗？你看，这里都是救援车辆，走不走得过去都是问题。您尽快吧，我真的特别着急。再快也要保证安全吧，你赶紧把安全带系上。你别动，你先别管我。你已经昏迷了2个星期了，无队员救援已经结束了。你等着我啊，我去叫医生。
和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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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想真的，那想真的，万那罗我，万那罗，那我，那我。我们都以为你已经，很多人都已经不在了，阿妈也走了。多诺拉妈也走了。阿格达，他怎么了？阿格达出家了，他去修行了。阿哥说，他要为你祈福，为我们祈福。活着，总觉得自己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。但某天，命运降临，而一切都在改变、消失，不再回来。即使如此，我依然找不到理由不热爱这荒唐的生命。当我从阿卜杜手里买了那根笔，当我在林间见到索化，当我在草原上见到向我奔驰而来的达瓦，我与他们此生相遇的意义既已完成。
没到。